主后2024年2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册5会开始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士师记》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第5节。约书亚死了后，以色列人请问上帝，讲：阮倒一个支族着大声去攻打迦南人。上主讲：犹大支族生气，我已经将迄个地交伫因的手。犹大人对因的亲族西缅人讲：请恁甲阮做伙去阮抽到的土地，甲迦南人交战。阮嘛会安尼甲恁去恁抽到的地做伙交战。西缅人就甲因做伙去。犹大人就出战，上主将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交伫因的手，因伫比色杀死10000人。因伫比色拄着阿多尼比色，甲伊交战，杀赢迦南人甲比利洗人。阿多尼比色逃走，因追入伊，甲伊掠着，斩伊的手甲伊的骹的大头母。阿多尼比色讲：以前有70个王，骹手的大头母拢互我站起来，伫我的桌骹捡食物，等上帝照我所做报应我。犹大人带伊去耶路撒冷，伊就死伫遐。犹大人攻取耶路撒冷，用刀杀死城内的人，佮放火烧城。后来，因佮落去攻打住伫山区尼吉夫甲山坡的迦南人。犹大人佮攻打遐住伫希伯伦的迦南人，杀死士师、阿希曼、达麦。希伯伦以前叫做基列阿巴。犹大人对遐去攻击底壁的住民。底壁以前叫做基列西弗。甲你讲，什么人攻取基列西弗，我就将我的查某囝押杀，互伊做某。加勒的小弟基列斯的囝俄德列攻取这个城，加勒就将查某囝押杀，互伊做某。押杀出嫁迄日，俄德列叫伊着甲伊的老爸讨一区园。押杀对驴仔落来，加勒问伊讲：你要爱什么？押杀讲：请你互我一份礼物。你有互我一块南平的大地，请搁互我水泉。加勒就将顶下2个水泉拢互伊。摩西的丈人是基尼人，伊的后代甲犹大的后代对樟树城耶利哥，做伙去阿拉迪南边犹大的旷野，甲遐的人做伙住。犹大人甲因的亲族西缅人做伙拍败住伫洗法的迦南人，将城完全毁灭。迄城就叫做何尼玛。犹大人搁攻取加萨、阿什基伦、以吉伦甲因周围的土地。上主甲犹大人同在，因就占领山区，毋过因袂当甲住伫沿海边地的居民赶出去，因为遐人有铁的战车。因照摩西的吩咐，将希伯伦互加勒，伊就对遐赶出阿拉后代3个族。便雅悯人无将亚布斯人对耶路撒冷赶出去，因就甲便雅悯人做伙住伫耶路撒冷，直到今仔日。约瑟家就是以法莲甲玛拿西2个支族，攻打伯特利，上主甲因同在。因派人去探查伯
必得利，迄城以前叫做罗斯。侦探看到一个人对城内出来，就对伊讲：“请甲阮讲，要安怎入即个城，阮会好好啊对待你。”迄人就报因入城的路，因杀死城内的居民，就放迄个人甲伊全家。迄人去迄人的地区，去一座城，甲伊号名叫做罗斯。到今仔日，即个城还叫做即个名。马西人无赶出必先塔纳多尼以必然米吉多甲这个城附近庄社的居民，工人坚持继续住伫这个所在。以色列人强盛的时，就互迦南人做苦工，无全部甲因赶走。以法莲人无甲住伫基色的迦南人赶出去，迦南人继续甲因住伫基色。西布伦人无甲住伫基伦甲拿哈拉的人赶出去，迦南人继续甲因做伙住，做苦工。阿瑟人无赶出阿科、西顿、阿希拉、阿克色、希巴、阿弗克甲利哈的居民。阿瑟人甲迦南人做伙住，无甲因赶走。拿弗他利人无赶出毕士密甲毕阿拉的居民。因甲迄所在的迦南人做伙住，毋过毕士密甲毕阿拉的居民拢为因做苦工。阿摩利人、强迫但的人住伫山区，不准因落去平原。阿摩利人继续住伫希利斯山、阿雅伦甲沙宾，约瑟家强盛的时，就互因做苦工。阿摩利人的地界对阿克拉宾山坪到西拉北平。上主的使者对吉甲来到普金，对以色列人讲：“我互恁对埃及出来，带恁来到我对恁的列祖立誓应允的地。我捌讲，我甲恁立的约，我永远袂违背。恁嘛毋通甲即所在的居民立约，着拆毁因的祭坛。恁竟然毋听我的话，恁是安怎安尼做？因为安尼，我甲恁讲，我无要对恁的面前甲因赶走，因要成做恁的对敌，因的生命要成做害恁的罗网。”上主的使者讲这话了后，以色列众人就大声啼哭。因甲迄所在号名叫做普金，因伫遐献祭互上主。错误的开始。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，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同行，互因伫迦南地征战得胜。不过，当以色列人渐渐占领迦南地，并无除灭迦南人，也无甲迦南人赶出去。要伫屠杀还是留迦南人的伊命之间做抉择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哪像无容易。若加入社会运作和经济考量，搁较是复杂。有一寡以色列人认为，甲迦南人留落来会通当作奴隶，诚做买卖的商品，甚至会当产生搁较大的经济效益。这个考量却令甲上帝反复，互以色列人袂记得上帝的命令。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得到统治权以后，心内想讲，若会当控制迦南人，就会通得到搁较大的利益。无拍算即种的想法，
互以色列人因陷入拜偶像的罗网。落尾，以色列人并无改做迦南地，互迦南人认捌上帝，反倒转受到迦南人的影响，转往去拜当地的神明。约书亚死了后，以色列人求问上主，倒一支组着大胜去攻打迦南人。上主回答：犹大支组生气，我已经将迄个地交伫因的手。犹大支组听叹上帝的吩咐，征战得到胜利。后来，犹大支组搁攻打耶路撒冷，占领迄个城。犹大支组遵趁上帝的吩咐，照上帝的引带做，就征服真侪所在。不过今仔日的经文有侪侪所在讲到，以色列人并无甲迦南人赶出去，所以迦南人继续甲因做伙住。以色列人无完全遵照上帝的吩咐，这就是错误造成的开始。最后，各支族的城镇拢有迦南人居住，结果就是当迦南人变强大的时，以色列人就受因压迫，需要上帝兴起士师来拯救因。伫教会拄着冲突的时，为着博取遵行圣经教导的好名，咱总是希望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但是，若对加害者拢无限度的包容，致使加害者全无反省，持续伤人，敢若会互加害者灭口无目屎若定。士师记一再讲到，以色列人毋听叹上帝，反倒崇拜外邦的神明，致到上帝受气，甲因交互四边的敌人。虽然是安尼，上帝也要兴起士师来带领以色列人，互因通对错误的中间回转归向上帝。以色列人受迦南人影响，渐渐离开上帝，互因大受苦楚。总是这也互因想起过去约书亚带领因伫旷野中敬拜上帝的可贵，体会到只有敬虔倚靠上帝，世俗的生活才通恢复特殊。错误的开始，往往会导致一连串错误的后果。士师记的发展是对以色列人毋听叹上帝、犯下错误开始。毋过伫逆境中，也有通看到上帝的怜悯甲恩典。以色列的福与祸，在伫因是毋是敬畏上帝，顺坦伊的带领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捌因为家己的偏差想法，致使错误的开始，致到伫信仰的道路迷失去？我安怎互上帝引带，回归到伊的面前？我是毋是捌因为家己的偏差想法，致使错误的开始，致到伫信仰的道路迷失去？我安怎互上帝引带，回归到伊的面前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对错误中得到引带，互我明白你的心意。求你互我全心全意倚靠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